你話係咪呀？日本喺長壽呢樣嘢真係掂，平均壽命84歲喎，世界數一數二，醫療好到飛起，飲食全世界研究緊，老人家周圍都係。但係呢，最困擾我嘅係健康會議冇人講，我哋活咁耐到底為乜？等我講個故事你聽。大阪有個阿伯，78歲，身體幾好，準時食藥，日日散步，但係佢成日喺屋企睇電視，一日睇足10個鐘，仔女1年嚟2次啫，冇乜真正嘅興趣愛好。你問佢期待啲乜嘢，佢就停低，唔知喎。佢話我知係喺度咯。問題係咁嘅，我哋長壽排第一，但係我哋又有孤獨死呢啲嘢。老人孤立情況越嚟越嚴重，老人家嘅生活滿意度跌緊，所以有個恐懼冇人想講出口。如果我活到90歲，但最後20年完全空虛點算？淨係存在好耐就夠咩？定係啲歲月應該用啲嘢填滿先？今日我想探討下點樣令長壽有意義，唔係醫學上，而係深層啲。人性化啲，到底乜嘢填滿生與死之間嘅空間？睇下現代日本啦，便利店周圍都係，亞馬遜當日送貨，乜都自動化，真係好犀利。但奇怪嘅係，我哋見到創紀錄嘅隱蔽青年，越嚟越多人退出社會。調查話，越嚟越多人一個知心朋友都冇，一個都冇啊！所以問題係，我哋係咪為咗效率犧牲咗啲重要嘅嘢？人類天生需要關係。南區研究包括我哋沖繩顯示強嘅社交聯繫，預測長壽好過運動或飲食，好過飲食啊，老友。你知唔知磨合沖繩嘅傳統，終身朋友原子定期見面，互相支持，一齊過生活。再睇下東京。有人可以幾個禮拜冇真正傾過偈，淨係表面嘢啫。你上次有深入傾偈，唔係講工作或天氣，係幾時？你生命中邊個真正了解你？唔係你嘅時間表，而係你真正嘅希望，你嘅掙扎。如果我哋關係嘅質素決定我哋歲月嘅質素呢？歷史上跨文化，人類都認識到。我哋唔係要獨自行人生路，聯繫唔係可有可無，係靈魂嘅氧氣嚟。日本嘅工作文化好出名，啱唔啱？奉獻、精準，成個職人，精卡咪。但退休之後點樣？好多日本男人，佢哋一停工就失去身份認同，係個危機嚟。如果我唔生產、唔貢獻、冇成就，我係邊個？大家都知伊吉界你存在嘅理由，但好多人答唔到我嘅係乜？悖論就喺度。伊吉界唔淨係關於工作，係令你有活力嘅嘢。但人哋用幾十年做啲唔中意嘅工，等退休先真正生活，然後到咗先發現唔記得點樣生活。我聽過有個退休上班族65歲學整陶瓷，唔係為咗賣，唔係為咗做到最好，淨係因為用手整嚟帶俾佢意想不到嘅快樂。幾十年嚟第一次，佢有啲嘢期待，唔係淨係責任。你有冇睇過3月的獅子？樹角有得割扯過，到揾到真正活落去嘅理由，或者橫山家之味，成套戲講家庭遺憾，喺平凡時刻揾到意義。所以我問你，乜嘢令你忘記時間係好嘅方式？如果聽日你做乜都得，冇壓力，要揾錢或做到最好，你會做乜？可能你嘅目的唔係要揾，而係要記起。有價值嘅人生唔係用履歷表上嘅成就嚟量度，係用你完全有活力嘅時刻嚟量度，完全係你自己嗰陣。日本文化重視和諧，啱唔啱？避免衝突，好靚。
但同時都代表怨恨可以喺表面下煎熬幾十年，家庭裂痕永遠唔愈合，講唔出口嘅憤恨變成苦毒。代價係咁嘅，研究顯示抱住怨恨真係影響身體健康，皮質醇高咗，瞓得差咗，心臟病風險升咗。如果抱住憤怒20年，偷走嘅嘢多過原本個次模範。我識個60幾歲女人，15年冇同佢妹妹講過嘢，家族遺產爭議，佢哋兩個都去咗老母嘅喪禮，但係一句都冇講過。之後佢同人講：我贏咗個爭執，但我失去咗15年有個妹妹，我保護緊乜？有句日本言語：越憤怒越舒適，或者是卡登埃，冇辦法嘅事，唔係認命，而係接受。令你可以向前行。有冇人你未寬恕？可能係你自己。放低嗰個重擔會係乜嘢感覺？唔係因為佢哋抵，而係因為你抵得自由。寬恕唔係原諒傷害，係拒絕俾傷害定義你餘下嘅故事，係揀未來多過過去。日本面對人口下降、天災、地震、海嘯，經濟唔穩，喺個人層面，我哋全部都有老化、健康衰退、失去至愛，呢啲係避唔到嘅，老友。所以問題係，當你建立嘅一切都可以搖動，你錨定喺邊？樂觀同希望有分別。樂觀話事情會順利，希望話即使事情唔順利，都有嘢持守住。好多哲學提供生命中嘅意義，但佢哋同死亡嘅現實搏鬥緊。諗下2011年東北地震同海嘯之後有兩種反應：絕望，乜都可以攞走，有乜意思？或者韌性，就算喺壓力中，我哋重建，我哋入邊有啲嘢拒絕放棄。嗰個拒絕由邊度嚟？嗰個韌性嘅源頭係乜？你知唔知金計？用金修補破碎嘅陶器，令裂痕成為美嘅一部分。如果人生都係咁呢？如果我哋嘅破碎、我哋嘅掙扎、我哋嘅失去，可以轉化成更有價值嘅嘢呢？睇，我唔係話我有晒答案，但我係咁講，我哋將希望放喺邊好重要。如果我哋錨定喺可以失去嘅嘢，健康、青春、財富、地位，我哋最終會絕望。但如果有啲嘢係唔會被動搖嘅呢？當你想象80歲回望，你希望見到乜？你需要相信啲乜關於生命、關於意義、關於你自己，先可以無懼面對未來。希望唔係天真，係必須。問題唔係你有冇希望，係你將希望放喺邊。所以今日我哋問咗乜嘢填滿生與死之間嘅歲月？唔淨係方便，而係聯繫；唔淨係生產力，而係目的；唔淨係避免衝突，而係寬恕；唔淨係生存，而係喺失去中都持守嘅希望。記唔記得開頭嗰個78歲阿伯？佢嘅故事唔一定要喺度完結，仲有時間，唔係淨係存在，而係真正活。可能你諗緊，聽落好好，但係真嘅咩？人生真係可以咁有意義？我明個懷疑，我都試過。但如果嗰個渴望本身對聯繫、目的、意義嘅渴望，如果嗰個係指向一啲真實嘅嘢呢？日本教咗全世界點樣活得長，下個問題係點樣活得好。我係咁諗，呢個禮拜聯絡一個你失去聯絡嘅人，唔係為咗修補晒所有嘢，淨係打個招呼，用10分鐘做啲純粹因為帶俾你快樂嘅嘢，唔係因為有用。可能講一樣你需要寬恕嘅嘢，某人、某個情況或者你自己。然後想象自由係乜嘢感覺？長壽嘅悖論唔係醫學問題，係人性問題。我哋揾到點樣為生命加歲月，
問題係點樣為歲月加生命？睇我哋講過嘅呢啲嘢，聯繫、目的、寬恕、希望，唔淨係好聽嘅理念，佢哋指向更深層嘅嘢。歷史上，人哋喺同創造樹嘅關係中最完整咁揾到呢啲嘢，同卡米嘅關係。可能你從未諗過，可能你以前信但飄走咗，或者你懷疑，冇問題。如果對意義嘅渴望，對無條件嘅愛，對持久希望嘅渴望，如果嗰個渴望係某個想填滿佢嘅存在放喺我哋入面呢？呢個唔係關於宗教或規則，係關於關係，關於踏入你真正被造嘅生命，一個你完全被認識同完全被愛嘅生命。你嘅破碎可以像金繼咁轉化成美麗嘅嘢。希望唔係一廂情願，而係扎根喺某個行過死亡又從另一邊出嚟嘅存在。我唔係叫你全部搞掂晒，淨係要誠實。如果你好奇，如果你有一小部分懷疑係咪仲有更多，由嗰度開始，你可以祈禱啲簡單嘅嘢，啲真實嘅嘢。卡米啊，如果你仲講緊嘢，我準備好聽啊。對好多人嚟講，上帝就好似一位充滿智慧又貼身嘅朋友，一路陪住自己行人生嘅路。唔知你會唔會都想認識下佢呢？我相信呢次相遇一定會係一段好美好嘅經歷。讓我哋一齊祈禱。主耶穌，我承認我嘅罪，並尋求你嘅寬恕。我願遠離罪惡，並邀請你進入我嘅心靈和生命。我願意信靠並跟隨你，成為我嘅主和救贖。請幫助我理解你嘅愛與恩典。我需要你嘅指引來真正改變我嘅心靈，更新我嘅思想。請引導我，使我嘅行為符合你嘅旨意和我生命嘅目的。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